们的火车驾驶员要上车之前，要先来这里学习。你已经用了多吗？你知道怎么做吗？眼皮我不知道。我们以前在这里哈，那个副驾驶，你考上副驾驶的资格之后呢，到了台北我们的研训中心念书，念了几个月之后，回来这里就要投煤训练。投煤就是烧煤炭。以前火车靠煤炭烧水产生热能，每趟车从苗栗到基隆烧4公吨，全靠副驾驶一铲铲送进锅炉里，一铲1公斤，握力不够，才有人连铲子一起丢进去。好像我们这个是圆锹呢，你这样拿着的时候，你手靠在这边，磨到手掌茧，磨到你的手掌茧，握力够才让你上车。投煤还有精确途径，是这个像跳格子般的图形。要训练到14分钟内单手投煤360铲，也就是360公斤的负荷。苗栗铁道博物馆里保留的投煤练习场，让艰辛的铁道岁月依旧清晰。像以前我们做的时候，鼻孔都是黑的。负责客运任务的 CT152珍贵的保留着。博物馆外14辆特色火车头，还有全球唯一的珍宝。按照我们铁道迷的调查了它是这种 DT560型就这种 DT560型，是这个世界仅存的一辆。做工和日本天皇御驾化车一样的全木造车厢，已经有90年的历史。你看它的手工的细腻还是可以看出非常的好老列车在轨道上渐渐让出舞台，在台湾经济发展过程中走过、风华过，静静的让人怀念。铁道博物馆不只保留了铁路文化，同时它也记录了许多客家乡亲师徒耐劳的印记。唔掂用嚟做木，硬唔掂；唔掂用嚟做木，硬唔掂。